讲到武器的推广，这几年伫台湾内面会当讲是愈来愈重视。新竹市是少年线20年举办武器博览会，今年用各种不同款的主题活动，除了有这武器读看卖、台语念春啊、DIY 做红菇粿等等，希望透过这趣味的活动，提升民众对本土语言的重视。年年好，食甜甜，互恁大趁钱。老师教民众看台语文，讲出春仔面顶写的好话。来，我抽一张哦，来，这是啥？搁一个。哎呀，真好，起哥，恭喜你对啊！还有考大家各项生活用品的台语应该安怎讲？另外，还有红菇粿 DIY 体验活动，大家拢算甲真欢喜。使互囡仔安尼耍啊，啊，个会使互伊学一寡咱台湾的武艺，我感觉足好诶。古早的礼安尼传落来有伊的意思伫的，所以爱互囡仔学一寡咱台湾的武艺。学武艺最重要的，因为武艺是甲咱的时代、甲咱的下一代沟通上重要的方式。为互囡仔对台湾武艺产生兴趣，新竹市教育处举办武艺推广活动，现场有设计台语、客语，还有原住民语，各种趣味的体验活动，让大家会当哪耍哪学，也对过程中提升对武艺的认同。透过武艺这个活动，会使让大家了解族群的融合，甲以及咱所有文化的促进。我想应该是咱新竹市办理安尼的活动，嘛希望透过这样的迄种，让大家更加了解安尼武艺的活动的推广。这是新竹市少年线20档举办武艺博览会，主办单位指出，除了希望引起囡仔对武艺的兴趣，也要让家长通甲武艺的记忆吹回来，期待武艺代代传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